小恩，师母好。뭐 하니 나 이만큼 넘게 해.男朋友的太太。恩利上心，常愛身邊嘅人有所改變，就做得伴自家得到新嘅你哋。再過來，自家嘅改變，動接請希望一兩先三聽。唔過事實上，還係強用冇變。嗨。哎，你怎么会来？是小万哥打电话叫小恩回来上班的。哦，跟家属吵架，又在冰柜里面待不到2分钟就出来，不错嘛，啊，背景很硬哈、哦。江乐森跟陈俊浩一组，麦文孝你跟陈明，罗小恩你跟赵胜伟一组，陈桂义你跟万良才。小万，是。你还是要负责排班跟支援。报告是。穿上制服之后，你们代表的就是元报告，我有个建议，我的体能比较好，如果搭配工作量比较大、case 又比较多的赵胜伟，应该比较适合。你是处长，还是董事长亲戚呀？不要再让我说第2遍。礼仪师没有挑剔家属的权利，专员没有挑礼仪师的资格。大声说一遍。礼仪师没有挑剔家属的权利，专员没有挑礼仪师的资格。听懂了吗？那为什么罗小恩没有通过冰柜的测试，又跟家属吵架，还可以留在这里？我可以重新参加甄试。既然你对人事这么的有兴趣，你要不要调到行政部门工作？你对我的处理有意见？是我的问题，不该违背公司原则，让你难做人。我难做人？你哪里看得出来我难做人啊？难做人？我哪里难做人？今天好几场告别式，你们要是做不好，我才难做人。嘅風景，遙
年底俩地图红，小看跌落把戏，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，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伊，爱会点点困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李妈妈早安，你好，我是元福生命的礼仪专员江乐森，请用早餐。麦少，那个我已经拜过了。拜过了。嗯，你连筷子都没有放，人家怎么吃饭啊？你没有当过打饭班的吗？唉，我放弃了2个博士学位，现在既然沦落到这边发配餐点，没有道理嘛？暴殄天物。双博士哈，可是那个字念甜哎，Dr. 江。哦。麦少，小恩他们家到底跟公司有什么关系？不就人力资源派遣的关系吗？嗯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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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靠都是背景，你只要好的背景，升迁比谁都快。有背景要有实力啊！你当大家都瞎子啊？有好戏看。有比较哈体力发展，我一看有冇嘅问题嘛？我尋日咯，從來到嘛，已經都知道嘅。行開我去看禮堂，你下我去看一下，我傾下偈嘛。我想講啦，我想去看見。然後唔傾下落去啊？唔是啊，唔是冇行開。有冇嘅問題打本嚟，我冇做動員。幹嘛？冇乜。做事。你是要掠条路，记起离开，老与无关系。这件事情老与无关系，你好好做事。徐大夫，阿母娘无啥，我吓死你呢！敢跟家属吵架，敢跟礼仪师大小声的人，你第1名哎，行嘛改啊？讲事情冇做好，行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吗？什么都做得好的叫什么新人啊？不做错事情，
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？提嘞，邱大夫，案子谁？处长案子谁？你找谁？我是说完了哟。我要的是有工作能力的人，能帮公司赚钱的人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胜任你的工作，让阿胜为难，直接滚蛋！以后你们大德派遣也休想接到公司的任何案子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你再跟家属吵架，一样滚蛋！有堂带吗？我说完了。你找谁？像这种不用大脑的工作，你去路上随便找一个人来都会做。我们呢，我们靠的是专业来服务家属，而不是做这种不用大脑又浪费生命的事情。来，拿去看。而且，就算要教，也要对的人来教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俊浩带我那个，他年纪比我还小，而且站出来，我比他还像礼仪师。他就整天只会在那边笑嘻嘻、胡说八道。哎，有没有在听啦？十字架呢？有人看到十字架吗？我干嘛？你这会来喏？我们拿带十字架，然后贴在腹墙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才刚来没多久就变这样，我真的很同情你。我们呢，不但要完成长官交代的所有工作，整个公司的清洁，这个礼拜呢，还要负责支援所有的告别式。你告诉我，怎么做得完？啊？发了，我还没跟我长官讲到话哎，我要先去找他。拍谁，让我坐的，不要账号，我等下来弄。我觉得邱老大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让罗小芬走路，所以才把他跟阿胜安排在同一组？两个人从第一天就开始吵架不对盘。好，邱老大 ，good job。拍谁？来下长落的新报道，那迄若处理落晓的。咱的眼夫这个案呢，老所有嘅资料看过一遍，最后时间去查票，老细地方综合控制清楚了。周七发飞的时间挺好嘅，就打电话凭送凭支付到公司物流，管你倒嘅时间。下周印刷厂嘅符文，我稍稍的补加一款，迄无问题。看会记多份，控制清楚了。将印刷厂印做得结结就结结。告别式时间挺好嘅，我检查所有嘅东西迄面流程，制作、付钱。咱来想几多咧？骨灰坛单方嘅卡司，我再搁对加一遍。每一个案呢，可能好嘅东西，并都检查嘅上嘅地图，上嘅伫休息室。所有通通嘅电话，记了。还有，要单方记录老家属见面嘅时间，无问题，无乜嘅事情，希望唔全就伫现场。迄有事情做对人老会讲，无清楚嘅事情，无太祖太医，天天就问来。看来有问题，长官做的嘛？做的。根本你体上，你有飞嘅对事，唔做得唔是来。我忙死了。迄基督教嘅，较简单，人数要拉，唔做得是无限赢着嘅事情。哪个对事？迄个笨蛋改做嘅什么？听说唔会本事家嘅情绪，影响到做事。刘灿颖，你们4个啊，把两边的东西要检查好，要确定哦。师傅啊，你隔壁厅的司仪这么早来干嘛？插案头做嘛。男主角、女主角有赌斗。师傅，你好八卦哦。
跟你说了。小燕，难干咯，物件你下都尴尬。加出来咧！家属来喽。刘大哥，这里请，这里请。某某，请您稍等一下。会议，帮家属穿上黑袍。不好意思，帮您穿上黑袍，穿个最好，谢谢。穿下一套。小恩要让男主角走上，按那张好看啊！要出去快看。哎，做事情，做事情哈！我们准备入殓，这里请。念完了，上班了，穿手费了。怎么改啦？ Kiki 又发生嘛个事情么了哪个事情？Kiki，你个前男朋友个朋友咩？那您按到转。哎呦，当然就講啦，佢開連茶的啦，佢飯店嘅啦，擺飯嘅啦，大家都在悶了。我還沒同你爸講咧。做唔得啦，爸講。係冇啦。你嘅希望啊？哦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你嘅希望啊？哦。請問使用乜嘅？改良跑，期待。差唔多很高。什么？
电动哦？几多点的？是不用加计是不是？报告，但 parking 啊。电话啊！哦，你来！啊爸！怎么给我们报个电话去？做嘛？啊！叫我们做咩的啊？要不要去多高诶？去多高？什么嘞？阿田记，出来！啊爸！大家看着你的笑容，聊着你的事，好像你就在身边，没有离开。生病的这几年，你忍受着痛苦的折磨，总是用笑脸安慰大家。即使再痛，你说都是天父带给你的试炼跟考验。我是个自私的先生，我不想看到你的痛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，怎么帮你分担这些痛苦。只有你说，我不该被你牵绊，不该浪费生命。你要我找一个可以好好照顾我的。给我好嘅，你好诶，超冷静的。我现在男朋友是给医生谈嘅。家属请上车。阿姨上车喽，来扶我伞喽。陈贵义，外行一奈啊！霍总统，领着我们出去啊！生意毛和公司搞太个事情，村内赶快处理。老人，你爱转来，我有老公爱讲，只要先搞太个事情处理都用的。好了，等，我来就好。你研究一下动线，不懂就问，好不好？好。张胜，你帮我排一下座位。汪，哎呦，田姐，来，各位来宾，接下来田姐为各位带来一首《十面埋伏》。有枪吗？敲。鲜花
拜献果，拜阿贵，俺的树啊没水了，我爱你了哈。变发，有看到吗？手指头啊，按你莲花指变发，变果，起叩手，起，按呢，家属打理，按呢，这有奖了，按呢哦，嘿呢，哇，赢很强啊，人家要不要？冇了，天记了，玩游只是100分，共发0分了。行来装到堆啊，很有才情呢，赚钱了。把当做是哪个？我还飞去煮好了，不用添过。你爸药物拿出来试了，钱唔拉，你老还讲，拉了。给领班的打电话了，讲有你发烧了，来班了。我还去磨汗了，来，你磨汗。刘秘书。哎呦，我的天妹，很久没看到了。好久不见了。你几多冲啊？今天市场啊。主殿者立法委员江正国委员，办公室主任秘书赵立业，批红。上香，献花，主殿者向灵前行3鞠躬礼：1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家属两边打理。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。对不起。除妖降魔福临门，非常感谢江正国委员。接下来，下一个公祭单位是大观影视国际传播多媒体公司主殿者陈希胜先生。批红。上香，献花，主殿者向灵前行3鞠躬。来酒来，酒，我讲张大哥敬3杯。献爵，大哥，小弟来敬3杯。主殿者向灵前行3鞠躬礼。各一杯。各一杯。安达，歹势啦吼，我等你才陪你哈。我敬3杯啊。好，来，工作人员来，快，把陈董扶到旁边休息哈。来，陈董去休息。我敬3杯啊，大哥。卖让我 Q 啦。我敬。接下来，下面一个公祭单位是。红花野马。我 Q 做官的，卖让我 Q 啦！下次不会走出去。拍摄，我们是故意的，拍摄。你咧冲啊笑，你拍阮兄弟。不对。兄弟，有安那无？来，我把你砍起来。
一泻千里报佳音。春天的一条发，一条发，骑的是航茶，图案好散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好痛哦！这都是甲兄弟做都懂了吧？手机唔记得调无上，你唔拉紧是？我哋迄个手机用，唔爱手机我行较嗨呢，叫落过来。用诶，有冇拄加一百四啊？你两个哦，你较有数的还蛮看到的。马干，看就对了啦。回复，本日第一耶，拍手，拍手哦！笑什么笑？有这么好笑吗？赶紧，反复慢慢的，对。不要说我没照顾你们，你们这些辛苦。你肚很急哦。拜个给哦。没你个头啦！做我们这一行啊，三餐不定时，要自己找时间吃东西，找时间休息，知道吗？不然送人哦，很快就变被人送。谁那个？冇拜过，因为有 tape 给分的咯。吃饱赶快出来，不要打混啊！哎呀，大姐，请容许我为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本公司顺应时代潮流所推出的最新个偏手甜那样。铅笔。哦，对不起，厕所啦。铅笔我没有啊，但厕所那边有。哦，感谢，谢谢。你用的事情怎么改呢？来知道事情会发生。喂，上班打什么屁？这么有空，要不要过来帮我值班？那你大屁啊！我等下送东西去甲舒服卡，规等下会变糖，拢无限低毛。冇想，冇个讲咧。用诶，我等下去变糖，当得人强咧。强嘛个，根本你好多个，迄强嘛个手做唔好，鼓手做就出来，快点！好啊，我这个还是个，快听哈，快听。好啦，我妈好强的啦，快听啊！好好 fighting 啊！你切啊！这边你看一下，这个先收好，先收好，才会有地方。各位家属，救护车来了，我们去外面迎接好吧？好，爹地来。按多你们有事讲啊？阿公等来啊！来跟阿爸说，我们到家了，要下车了哦。
阿爸，楼下，阿爸，楼下。少年呢，阿爸。来跟阿爸说，我们要进门哦。阿爸，你进门啊！阿爸，别进门啊啦！阿爸。你为咩老说？哎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，去上病院吧。干咩去上病院？要紧嘛？无当时拢会安尼，嘿，慢慢乐嘿。哎，好，我们先进去说，我们先进去。帮你们都一样不？那有时候都有这种情况嘛。哎，你即摆是啥物情形？我去上病院啊！我去上病院，甲插起来，插起来！我去上病院。明哥啊，你看你买了，快点趴走好吗？你看快懂好了，快下啦！拜托，我今天已经很晒了，你赶快把塔卫生结束填好，不要再拦乱了，好吗？应该冇事啊，看到谁让狗冇？冇呢。明哥，他卫生像书买记的，拜托你看一下啦，好吗？就5分钟左右。6分钟。好啦，来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干嘛？吵吵闹闹。哎呀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哦，不赶快回去好像不行哦。哎呀，奇怪了，怎么还走不到？哎，奇怪了。咱个歹势啦，听说会请时间吃东西，不会够不去甲分体嘞。哎，叫你们这些菜鸟吃东西又不吃，然后血糖太低昏倒，家属一天还被你吓2次，哎呦！伟爷啊，单向西，老向甘心啊，做模式合作案的条路，人要都要面对迄擘个做唔掂嘅家属，用人的专业吧，脾气也到行业团路。唔係行上個事業行翻啊！快邊啊！來，翻過嘅呢單入到嚟天堂步步啊，當作迎新的 party 啊！來！耶！甜筒哦，是我們生命禮儀人員，絕對不能錯過的好聽風啊！跳過要彩嘛！听英雄班，有可以吗？做嘛是上娘少咧，唔望老来讲。唔俾人嚟講過影響下世界，我覺得冇嘅家庭歡迎嘅事情。係，我想從頭到尾都係捱唔好。唔好，我所有唔錯，都自家開啦。係捱嘅唔錯，捱上一老幾雜，捱輸唔得，唔講係死豬唔一樣。係緣分輸啦。春天跟一條髮，一條髮，記得是紅茶，塗了散發。直到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
我想要留记账，我输唔得，唔过我死就唔一样。M 分数了。做唔係啲阿慳咯，做嘛唔係？嗰兩個真我講好冇？唔通話兩啥全出開嘅？結束咧，我係認真嘅。我們這行不跟客戶說再見。唔做了哦，壓力很加大。周瑜肯定唔錯嘅時間，我會給你看醫生，我想辦法，我自己靠我過掉嘅。再見。原本你搞他嘅事情做好嗎？做起來。辛苦咧，做就會賺。天堂點喺邊啊？揮王主義，揮王主義。來，斟酒斟酒。哦，今明日天日上班，我老長官你咪逼呀喲。係唔可以練啊？乜嘅唔可以練？你廿把錢幣都唔可以練嘛？啊！來，一起來練，練。金生哥，金太太，你要還你嗎？你呐，總會本天生啊，跑上跑下，主槍也台按摩一曲，來。有人講流血、流通，總有行山嘅感覺。人嘅改變，恰恰係腦底度一個童年，本自家都底度向外來溫馨，開始新嘅生命，唔係其他乜嘅人、乜嘅事情來改變人。我自家是愛用尺度，唔知其他人係用嚟看改變
掠两只丝，也唔知其他人很容易提一神变嘅神法地度，去做到对自家所改变嘅一件事情。講啊，個能做到唔好啊，我哋冇隔意啊，係啊。张妈妈肺部的感染已经排除了，我以为护士打电话给你，叫你不用特别赶过来了。没有啊，刚刚就在附近嘛，所以顺道过来看一下。谢谢你。你也辛苦了哈。其实辛苦的，我觉得是躺在病床上的人，你也没有比较轻松啊。阿胜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有些话我就直说吧。以现在的科技，能够治疗的疾病，我都会找各科医师来会诊，来治疗。有管子就插，有机器就上，有药就用。但有时候我觉得，我们只是在治疗某个器官，你懂吗？有的时候，医生可能不应该这样说，但有时候我常觉得，我们到底是在拯救病人，还是在拯救家属？又或者是在拯救我们医生自己呢？姑嫂，原来哈，迄唔好一同伫宠物的礼仪公司啊？比我们还宠物呢，给人来啊！只有你这种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，才会去巴结、奉承这种不正常的客户。你清高了，走啊！把后车啊！把后车！大家看到佢繼續聽來後，給他聽了一下。我們這個行業每一個環節只有一次機會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個屁！我已經請你走路了，要不要留你？阿勝決定。